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下晡新闻，我是陈吉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咱的海巡透早6点多接到通报，讲金门有中国船兵船，大家船员涉落海，咱的海巡赶去救人。中国迄边嘛派直升机，目前已经有救到4个，其中2个已经死亡，搁咧继续搜救。讲到咱的海巡第一时间派4只船去救，这只中国船伫咧禁限制线外口的水域，咱的海巡嘛无去加抓，说不明原因向兵船，目前继续咧搜救。金门县长陈福海嘛指示会提供必要的资源，因为进前的兵船案双方到打死有关超无结果，即马过来这案嘛搁再引起关注。继续来看，针对年尾虐待案件，台北市长周万安透早伫咧行政议会提出社会安全网4点建议，希望中央甲地方共同来补破网。今仔外界咧质疑讲，这案件拢无照重大儿童虐待事件处理定数去调查。卫生部嘛表示，已经修订计划，所有虐待事件拢会开会讨论。这个查甫囡仔伫咧接受养的过渡期间，和年母虐待教师，引起社会注意。但是代志发生3个月了才爆出来，到即马家属也无对外发表任何的看法，引起外界真侪猜测。查甫囡仔阿姨即马透过录音带声明来做回应。案件发生至今，家属都在悲伤当中，也都在处理凯凯的后事。那我们希望整版的内容可以完整的拼凑，希望还原案发事实。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临时变更行程，亲自参加行政议会，就社会安全网提出4点建议，包括中央甲地方的3方共享的机制，做到有利专职医生的制度，中介案治将比较寄养家庭的标准，佮希望中央会当建立评价年务的全国平台等4大方向。未来我们希望，只要是在出养前的安置收托的保姆，对于他的各项资格的要求，都要比照寄养家庭的标准，也就是相关的考核、评鉴、访视，还有训练等等。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标准拉到跟寄养家庭一样。因为虐待儿童的案件，这个个案是新北市的个案，接受养了交予立法联名转介，同时请台北市的年母照顾，3方面拢欠缺沟通联络，才会造成这边的悲剧。立法党团拢开记者会，批评中央甲地方互相伫咧甩责任，也质疑社家属到即马拢无回函予台北市政府。我是没有看到这样的公文，也许是透过电话联系。我们有定一个直辖市、县市政府，如果居托人员发生疑似儿虐或不当对待案件的处理原则跟流程，那我们同仁可能就是请台北市政府要依照这个处理流程跟原则来处理。卫生部保护司表示，已经修订重大儿童虐待事件处理计划，以后无论是伫咧家庭内，也是家庭外的重大儿童虐待案件，拢会开会讨论。李伟讲，一直到即马3岁以下的出养儿童有177位，卫生部应该积极甲各县市的社福单位确认也掌握案治照顾的情形，同时增加访视的频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这个负责去访视年尾的社工，去予警察扣手铐上班，引起真大争议。台大社工系教授就刊文讲，真相也未理清，就甲人扣手铐，这是严重损害到社工的专业。台北市社工工会嘛讲，社工离职的比例真高，恐惊影响到学生未来拢唔敢过来做社工。有点心寒吧，或者也可能就想说，可能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就是捍卫我们的权利之类的。为新闻报道看到已经出业的学子，互人扣手铐上班。台大社工系有学生感觉庆幸，伊讲当初是会选社工系，是因为有兴趣。即马伊可能爱重新想一下。转系是不会啊，但是未来可能会要当社工的话，再想一下。对，会担心。有一点。学生讲暂时未转系，不过根据台大统计，社工系1年要升2年的部分，111年有21个人申請轉系，是佔38.18%，核准11個人；112學年有15個人要申請轉出去，佔26.79%，是核准9個人。台北市社工工會就講，
本地一直留伫社工界的人就无济啊，就惊这个案件会阁影响到相关科系学生的意愿。我们当然会担心社工界的招募，社工缺少了很多的支持，而且甚至就是指责社工，让我们社工界人心惶惶。台大社工系有几个位专任教授13暗时刊文讲，真相也未理清，社工就互人扣手铐，这已经对社工的专业造成伤害。社工常常需要处理真复杂的个案甲问题，真要靠家己的力量来解决，需要搁较侪量能。有愈侪人会当投入，才会当互第一线的社工伫咧职业的过程中免受到无好的对待。另外，东吴社工系也要举办分享会，请社工系的老师、学生甲校友做伙来分享感受甲想法，互相支持鼓励，看数落来阁会当做啥物。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两岸情势紧张。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的特种部队已经布伫咧台湾，来甲咱军使用无人机作战。另外，立委嘛真关心美国总统拜登2025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案，有编1亿美金来协助台湾。国部长邱国正是强调，美国这条钱是无条件来提供，详细嘛阁爱讨论。中国铁拳对台湾军事恐吓，外媒报道，美国启动重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陆兵部已经上驻台湾，负责协训、金门甲澎湖两栖指挥中心。其中，美军协训台湾陆军使用乌式大黄蜂微型无人机，传出陆军特项部提议采买。国防部长邱国正13表示，国军建军备战有缺点，重点透过交流改进问题。看我们有哪些问题，我们怎么改进，看他们有什么长处，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学习。这一个叫固定的，没有假装说特别要买这个买那个，因此而要买什么，不见得。这交流的范畴。美国去年提供8000万无偿军援台湾，传出包含气战飞弹、战斗各种派用机枪、牵涉配料补给、储存、后勤维保。邱国正表示，是库存装备，暗过会应用。另外，美国总统拜登2015年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列1亿美金协助台湾强化协助力。立委关心是不是有偿也是无偿军援？那这1亿元是有偿还是无偿？也一样是无偿。他这个有关这个法案呢，对我们最大的利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标准也可以讨论，它不会造成，我们不会造成权收。由国防部统整强军5大绕台样态，包含常态性活动、中间地带清剿、联合战备警巡、计划性联训、针对性军演。国军强化战备反制强军，中国各大班刷反抗，邱国正依步无度，强军也是要淡化海峡中线。邱国正并表示有危害，不过会转化加做助力。要把这些敌我的界限划分很清楚，平常在这个界限以内、范围以内，一有状况来，把它当做一个演练、一个范本。针对花莲基地 F-16V 伫大修出场了后进行全效能测试，13试飞了发生空中故障，惊动空军司令校长关心。邱国正表示，不是发动机熄火，试飞时阵发现有紧固电库倒起来，肯定飞行员依照正常程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美国 NASA 科学飞行机将飞来台湾执行任务。同这时间，美国跨党派机关嘛提出2024年台湾美国太空关注法案，授权 NASA 甲咱的太空中心扩大合作。外交部嘛感谢美国国会支持。属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科研飞行机 DC-8，18个出现伫屏东的空中，甲环境部合作执行空品观测任务。这摆高频3D 空品实验，结合 NASA 甲台湾气象署等单位，动员超过200人进行连续48点钟的密集观测。那这次跟过去2次的任务其实是一样，只要是来监测空气相关的资料。这时阵，美国众议员希尔卡拉维奥·施密特甲民主党参议员达克沃斯13提出以控制署台湾美国太空援助法案，授权 NASA 甲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甲台湾国家太空中心扩大合作，提升台湾太空能力。提案议员指出，
NASA 因为美国一中政策无权甲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合作，这项法案希望拍破现况，来向中国展现美台共同合作的实力，甲美国也有科学优化合作的承诺。我们也是表示欢迎和感谢。那外交部之后也会继续跟我们政府的相关单位，共同的推升台美在这些领域的合作。美国强化甲台湾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甲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举行电话会谈，期待确保双边在支持台湾有积极参加国际场合方面进行更加亲切的合作。外交部也表示感谢，也甲美国捷克协调合作，促进深化台湾的国际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廉政署伫咧检方指挥之下，针对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忠文涉嫌接受招待、暗号业者，今仔是去到议会去抄陈忠文的办公室。陈忠文伫咧树林北投选区选调3届市议员，这届去互检方搜索，外界咧叫讲应该是因为涉嫌招待。接受监视器业者的招待，替业者讲话塞手段，去提悬幼稚园装监视器的比例。不过检方也无讲明详细，嘛阁爱厘清。讲到树林第2法官蔡明宏，互人指控讲性骚扰的案件，监察院全体通过单核移送庭改法院。监察院指出，蔡明宏伫咧过去20年以来，利用关系对下死性骚扰有庭改比较。那针对部分被害人提出告诉，目前台北法院嘛已经咧审理。目前，互人听质的树林地方法院法官蔡明宏，互人指控技师利用家己的权势地位，对共院的女性法官司机官性骚扰，卡来手来。经过监察院半年的调查，拜至监察院单核审查会，以全体委员一致13票通过对陈明宏的单核案。背负惩戒的这蔡法官，大概是监察院有史以来仅见利用权势性侵大概行为性侵跟性骚扰行为最严重的，几乎快20年，被害人数最多。他会把这些受害者带到一个私密的空间，甚至是在车上，在 MTV。好，那你看，他就是要瓦解这些外控力，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权势，已经让很多的女孩子不敢拒绝。监察院指出，经过调查，认为蔡明宏严重欠缺自我控制的能力，这摆利用家己的地位犯罪。有受害者调查已经过要20年，即马还阁咧创伤当中，有失眠甚至是有疾病的状况。单核案落尾审期移送庭改法院处理。那职务法庭呢，会视这个为师的情节轻重，给予适当的这个惩戒处分。如果说认为说他应受惩戒的具体情节，认为已经不适任法官的话，应该受到免除法官职务，并不得再任用为公务员。撤职、转任法官以外职务等等的处分。根据监察院的调查，蔡明宏为2004年到2022年，要20年的时间，对至少5个女性卡来手来。要20年的期间，树林地院也就是司法院，敢有人咧帮助蔡明宏暗砍代志。监察院讲，这是未来调查的重点。另外，部分被害人也有提出告诉，经过检方起诉了后，台北地方法院当咧审理。记者高文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台电咧开电价汇率审议会，市场咧烦恼讲，这起电钱会造成通膨的压力加重，影响到货币政策。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表示，电钱若起，一定会影响到物价，敢是卖降利息来压制通膨。后礼拜理监事会议会个详细讨论。过来10月的起电价引起各界关注，可能加重民生物价压力，烦恼通膨搁起来，甚至是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其央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表示，理监事会议会进行讨论。电价调整对各行业的价格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连锁的效应，导致整个通膨预测的一个失准？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说，这个会有一种连锁性，不会预期性的因为我们打通膨呢，我们是预防这个通膨的预期的心理。杨金龙认为，电价起一定会直接带动 CPI 起，包括外食甲用电相关产业链等产业冲击上大。
企业成本升悬了后，会转互消费者的力头，会时间接的效果。另外，央行敢是有升利息的可能？杨金龙也讲，通膨长期超过2%，未来利率恐惊未受加。它在6月份会降息，是，可是相对的，因为台湾有电价要涨啦，是，我们现在 CPI 啊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对，所以台湾可能会升息。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如果说像以前啊，我们的通膨都是1% 左右，都平均长期都是平均。那现在如果假设说是平均1.5%。或是1.5%到2% 以上的话，那这个呢，很显然就是结构性有一些的改变。利率呢，就恐怕不会像以前的那么的低档。杨金龙表示，电价起直接效果一定有，也毋过为以早来看，电价起对经济冲击未真大。也毋过，伊也坦白讲，台湾物价是慢慢啊升的态势，甲欧美市场情形无同，所以不一定会对着欧美的降息脚步。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原住民的拉人王公路，在1年前骑长枪去掠保育类的动物台湾山丘啊，互法院判3年半，2021年总统蔡英文特赦，免刑无免罪。检察总长为伊提起非常上诉，最高法院今判决该判无罪确定。这事情的起因是王公路讲，因为阿母想要食野味，所以才会去摕捡到长枪去拍拉，连带嘛引起动保甲原住民拍拉文化争论。诉当时的大法官宣告讲，有关枪的部分法令违宪，所以总统特赦了后大罪免刑。今日最高法院撤销有罪判决，该判无罪定案。顶个月初7，一只屏东的渔船休伫咧摩里西斯港口，船长因为有去批评隔壁船的船员咧食酒，佮大声咧喊，颠倒去互对方围起来整。今透早，船长转来台湾说明，有协会是咧质疑讲，咱国的渔业三法想过保护外国的渔工，和政府应该爱来保护台湾的渔民。做伙化考核呼吁维护台湾船员的人权。屏东镇民用368号渔船，当地时间初7下晡6点外，伫摩里西斯的港口整补的时阵，台籍船长因为骂其他船只无经过同意走来啉酒吵闹的印尼等外籍船员，互至少5个人拍。这是透早船长亲身讲出互拍的过程。画面中看到迄船员，迄拢毋是我本船的船员，迄拢我毋捌的。伊来甲我质问，我是讲在含伊伫遐咧厘清的时阵，右手边就有人开始动手啊。当时港口停的大部分拢是台湾渔船，但李船长无清楚动手的船员是对一只船的。伊互拍至少20分钟，为着活命跪落来回失礼，互当时嘛伫摩里西斯的老爸真毋甘。你会当用申诉的方式，来即阵冤囝，安尼我拢心服口服啦。上大的问题就是船员。有后壁有 NGO 有劳团，种种足侪咧，互因做靠山。协会质疑即卖渔业三法伤过保护外籍渔工，对台湾船长保障煞真少，已经严重失衡。希望政府实际作为保护渔民。发文给外交部哈，那同时我们也有副本给那个印尼的那个办事处。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外交的管道去协助处理我们这一块船长被殴的事件。除了协助追究外籍船员的责任，渔业署表示已经派人收集相关影片等证据。若确认船员嘛是台湾渔船请的，等船长提出告诉，经过司法调查了后，就无搁雇用。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中油的董事长今仔伫立法院表示，今年应该袂阁了钱。毋过，就民众党的立委咧问讲，若万不利两岸若起战事，国内天然气会当冻几工？有民进党的立委嘛随出声讲，这应该是国家机密，要求爱私下说明。毋过，却引起在野立委的抗议。这是主席的职权。国民党立委地天才不办担任经济委员会调会的区议员，影响集选权。要不要回答是董事长去决定的，不是你去决定的。主席可以做才是的，这是主席的职权。来，多伟大！这边下晡真紧张，是因为民众党立委张启凯台顶接选中油董事长李顺钦，卖以两岸兵凶战鬼，
国内天然气会当经几工，成为吊诡的区议员认为，答案关系到国家安全机密，请中油当做落台者私底下回答。这个举动引起张启凯甲其他南亚立委的抗议。另外，这起集权焦点也包括去年国营事业中油台电动了钱，今年敢会当脱离了钱的情形？有没有可能今年会转亏为盈？年底，这个大概打平，大概不会有盈余。顶多只是打平而已。是。比较今年中油有希望将了钱转为拍平，台电了钱犹原是歹办的问题，也予各界有期4月电价全面起。虽然经济部争取1500亿拨补台电，但不过主计长朱德明表示，若超顶税收拨补台电1500亿，政府无剩的钱真危险。有立委关注，若拨补资金无到位，电价起伏敢会求大？要拨补给台电多少？目前确实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定案。你给他报告多少？经费的部分就是要精算。立委呼吁，电价起绝对袂当达到冰箱用地330度以下，才袂引起物价动侪起。电价最后确定会起伏，由原爱由电价委员会来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的顾问也包括市政甲民政的顾问，目前大约1300人，是加过征调一倍。有议员就在质疑讲，市府是咧乌白发聘书，乌白咧请。不过市府是强调，法规上并无限制人数，会增加嘛是因为即马拢咧拼建设，所以更加重视各界意见。无论是新村团拜，也是重大建设开工，拢会当看到市府顾问参与。台中市市政甲民政顾问有1300多人，去后面台批评聘雇无准则，也佮动用第2亿美金19点8万制作背心，都撇议会监督。甚至说，是不是他们借由这个市政顾问或者民政顾问，那到各公务机关，是不是有说所谓的不管是指导或关心等等，我觉得都比较不适宜。对于这一个相关的市政是有帮助吗？嘉良担任市长相比，市政甲民政顾问大约600多人，卢秀燕年来是慢慢增加到1300多人。虽然拢是无积极，但是4月参加活动，身份亲像是市长的代言人。也后面台调过来市政顾问遴选基准，发现敢若有标注10项的资格，甲台北市比起来，也有写明人物遴选定数等等，感觉是真如此。人民当然会不知道他来的用意以及他代表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想一定要有一个要点，以及要有相关的标准规范去做这样的一个检讨。台中市府表示，顾问是无法定人数的限制，增加主要是台中目前是大建设的时期，需要听取各方的意见，加咨询地方的事务。台中市正处于大建设时期，以及配合中市人口不断攀升，将达到285万人。各项市政建设经需积极规划筹办，需要广纳各界建言。学有专精，从政经验丰富，或对民政业务贡献良多社会贤达人士担任民政顾问，借此广纳建言，以作为提升为民服务市政参考。市府强调，动用第2亿美金买背心，是因为顾问人数的精简，而且顾问袂当代表市府，会提醒遵守规范。记者台中报道。为着要脱开过路人地价的臭名，去年6月30开始，赛车无让人上当会当罚到6000。台北市嘛伫真侪重要路口增加过路人提早车顶的设计，让赛车会当较早发现到当咧过路的民众。未来嘛要扩大实施。那这个时候的行人其实已经走在行川线上，可以增加行人的一个可见度。行人过斑马线发生事故的案例是直发生，为着卖个互人讲台湾的交通是行人的地狱，对去年6月底开始，台北市大大增加路口行人车顶提早开的设计，按照路口的设计，互行人先行3秒、40秒。行人车顶提早开的设计，本地多数规划伫咧学校四边的区域，也佮有主要的车路。不过一半冬以来有大大设置，到今年2月底，台北市已经有970台行人车顶提早开，比例是全国排第1。那这个实施的那个数量呢，其实在以台北市来讲，就是整个号志化路口的一个实施比例呢，是高达了35%。那明年的话是会先针对就是主次要干道的检讨，那115年会针对全台北市4车道以上的路口去检讨设置行人绿灯照开。
针对这项设计，交通局表示，根据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有85%的民众表示支持。行动不方便的人，对他来讲，他可以增加这个穿过马路的这个速度来讲，比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有一点 buffer 的时间给你，你最后还可以有一点赶快推过去。那但车子也不会那么早，就是直接要冲过来这样子，会有一点缓冲的时间。行人先行相对的汽机车的驾驶人，因车顶通行的秒数嘛得咧缩减，所以嘛有驾驶人有无同款的看法。不能让行人先走，然后那等于是间接的把汽机车的秒数给缩短了，那赶时间的人就有觉得有差。针对汽机车通行的秒数相对缩减，交通局表示讲，根据研究显示，行人车顶提早开的设置比较过去传统的行人专用号志，对交通流量影响上轻。嘛强调驾驶人爱加挂耐心，才会当确保意外袂搁再发生。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国际想要紧来看罗西亚明仔就要选总统，就算讲这届拢总有4个人出来选，这普提嘛8面会选赢，继续做6年。另外，伫咧乌克兰已经互罗西亚占去的4个州卖投票，有居民就指控讲有亲罗西亚人士和亚亲的官兵来压民众去投票。俄罗斯国旗伫乌克兰方占领的4个州飘扬，民众来到投票所提前投票。俄罗斯总统大选会伫15到17举行，乌克兰占领区内也会举办投票，想要伫一场继续发生的冲突中营造一切正常的形象。Может быть, жизнь лучше будет у нас, может мир наступит, люди не будут гибнуть, как у меня сын погиб, и теперь я не могу добиться ничего. 俄国伫2022年单方面宣布并吞乌克兰、扎波罗热、赫尔松、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等4个州。有居民不满亲俄人士伫武装士兵的陪同，强迫民众投票。俄国当局是假意唬人。这场大选除了普廷，也有3个人登记参选，拢是要挺侵略乌克兰的人士。其他反战的反对派候选人，就算是收集到有够的人数支持，也拢予俄国中选会以文件有错误等理由拒绝因参选。选务人员坐直升机前往冰天雪地的严寒极地，予当地居民提前投票，包括住伫西伯利亚甲雅库特地区居民，参关东的驻军拢提前投票。虽然选举结果会当知影，普廷确定会当个胜选，继续执政6年，也毋过俄国政府有愿大力竞选，目的是为着要加强普廷伫国内外的执政正当性。目前唯一毋知影的因素，爱看感谢有人响应已经过身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甲伊的遗孀尤利亚的呼吁，发起抗议活动，将票投予普廷以外人选。公司新闻陈伟真编译。再来看美国众议院昨是通过法案，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半年内就要对 TikTok 撤资，若无就要禁疆。有机关是反对讲，这项禁令恐惊会违反着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因中国外交部是批评讲，这条法案会害着美国家己。众议院表决352票支持，65票反对，1票弃权，超过2/3限制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式侵害法案。这是美国第一摆透过立法的方式，对社群平台用全国性的禁令。投票表决进程，议员有众议员提出反对意见。But the bill is written so broadly that the president could abuse that discretion and include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n't just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ikTok said its data is not accessible to China-based ByteDance employees. False. China-based employees routinely access this data, even unbeknownst to employees of TikTok USA. 这法案顶礼拜得到众议委员会一致通过，要要求字节跳动伫180天内，为 TikTok 安那无会禁止美国的苹果甲谷歌应用程式商店提供 TikTok。法案佮予总统权力规定，若其他应用程式伫一个被认为甲美国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就应将伊指定做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分裂的华府政坛两党真罕见意见共款的时刻。中国外交部回应，虽然美国一直无找到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却毋停止对伊的打压，佮批评美国无法度伫公平竞争当中摕到胜利，就用霸凌的行为。扰乱的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
对投资环境的信心，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确定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川普反对这法案，伊讲禁止 TikTok 会互真济少年人不满，而且无 TikTok 会互面子结果更较大。法案下一步爱送到参议院表决，暗过前途还未确定，因为参议院关键人士无需对一个有1.7亿美国用户的一份应用程式采取这个激烈行动。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欧洲议会昨是通过全世界头一波人工智慧法案，规范讲这开讲机器人 ChatGPT 加多片的产生器画图系统等等，有分4个风险等级，其中6个的高度风险犯法就要禁用，按算2026年会全面实施。Vote is closed and it i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seminal work. 人工智慧法案文本起草人之一，而且负责监督协商的欧洲议会议员图多切拉接受祝福。这是全球上早出来人工智慧法案，以风险关系分级无法度接受高度风险、中等风险、加低度风险，比如透过网络监视器掠人民影像用来开发并播辨识资料库，或者是用敏感的个人特征，比如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种族或者是性倾向来建立生活辨识归类系统，伫工作场所、教育机构进行情绪辨识，根据个人特性或者行为进行社会评分等，拢是违反关系人类安全、生活或者是权利，拢被列为无法度接受者，会完全禁用。As much as we can, the protection that they can trust the uptake of technology in our lives in a way that does not harm our human interests. 法案通过进程，有真侪 AI 新创公司，比如德国、法国等在内部分成员国，倾向提出自我控管的机制，来避免 AI 技术发展受阻碍。比如可能和美国、中国等竞争者超过，另外有部分 AI 技术支持者也已经开始站站，避免假信息散布。Google 杂志就宣布，以控管旗下双主车开讲机器人勘测选举提问的类型会被限制，也伫美国甲印度境内会先采取行动。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转来看国内经济部的工业局规划要伫咧彰化鹿港设一需要废弃物的焚化炉，不过却在地反对，讲江滨地区的焚化炉都已经起甲受钱啊，恐惊会造成污染。今日业者举办说明会，反对民众去抗议，都和支持的民众发生冲突。民众透过报条提当地农产品来到前顶焚化炉的说明会，用行动剧大声表达反对起焚化炉的立场。在说明会开始进前，反对设置的民众拍算入去到会场，刷甲内底其他支持起焚化炉的人发生冲突。为了解决全台湾事业废弃物处理设备无够的问题，经济部规划伫鹿港彰滨工业区以 BOT 的方式起处理中心。不过，环保团体甲当地人却认为对环境甲经济造成冲击，唔予说明会进行。金井焚化炉它是其实有2座，等于加在一起，如果金井焚化炉通过，彰化县就有11座的焚化炉。唯一的诉求就是撤案，彰化县不缺焚化炉。把民众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嘛，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民众不满彰化地区已经有9座焚化炉，而且厂商无摕到建造，就伫去年3月动工。不过警定表示，过程一切拢合法。那我们也被环评的要求，要逐年做减量抵换。那我们会一一的去做减量抵换。他在做建厂的时候，他也有环评嘛，环评的部分也告诉他说，今年3月底的之前，他要举办施工前的说明会，要取得当地居民的一个协调同意。经济部表示，会要求厂商先甲当地民众有共识。警定表示，这是依法摕到的标案，除了会加强甲民众沟通，也会严格监控，减少对环境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外界有咧关心，讲这扣碳费的碳定价要安怎来算？环境部长徐步成就表示，明仔会来开第一届的碳费费率审议委员会，环境部无任何立场，这定价卖交予规管会来决定。
环境部明年要开始扣碳钱，国内550间碳排放较侪业者拢是头一批名单。不过要落偌侪钱呢？环境部表示，已经公布碳钱费率的审议委员会名单，拜五下晡头一届开会，会交予委员会来决定费率。那4月电火钱可能要起价，决定碳钱费率的时，敢会做伙考虑呢？部长施富生表示，拢会纳入讨论。环境部不能只站在环境推动的考量，我们会衡量整个台湾以及跟国际接轨的情况。环境部估算，若准碳钱达动是收300块，这温室气体管理基金的规模就会达到400亿左右。部长施富生嘛强调讲，新的政策推动需要时间来推展，嘛有听讲业界对扣碳钱有疑虑，所以碳钱的定价会考虑业者的竞争力。所有人都很关心，它影响我们物价指数，这一点我们会纳进去考量让厂商也有竞争力。针对后边2026年要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要出口去欧洲的商品，拢要申报碳排放量，要证明的文件。那这费用，敢会使起来拄国内碳钱？根据它西本的法条里面，只要你在你的国家有官方的凭证，你缴了碳费，他们就承认。针对推动固体再生燃料 SRF 代替烧土炭来减少碳排放，经济部过去捌讲 SRF 是绿能，不过施富生即马表示讲 SRF 不是绿能，已经开始修法啦，要甲产品分类，无适合材料拢会汰掉，为源头来管制。另外，嘛缩按排放的标准，申请案会阁增加2个关卡，除了书面的审查，嘛要实际去现场勘查检视汽车的状况。记者林静梅、夏基文台北报道。高雄某一间的私立幼稚园去互家长控诉讲，内底多数老师拢无教保资格。月初个老师动手甲囡仔压伫咧涂骹，教育局表示已经介入调查。这学校嘛回应讲，这压囡仔的老师长工就已经甲撕掉，后续会配合调查。大班的幼童排队要甲纸卷摕互老师，对方说甲纸牵伫涂骹，互囡仔去捡，连续过来的拢共款。有一名幼童直接封杀滑倒，有囡仔有可能惊吓无愿意读册，家长感觉奇怪，调监视器才发现。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我有点担心。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件事情，我有点吓到。刚好其他家长看到这画面嘛惊掉，无法度接受这种行为。但这班大班的家长也阁发现，学校有可能大量请到无教保资格的老师。家长有拿来询问，那我们自己有去看监视器，有了解。那我们有说，也跟家长回应说，那这个事情我们会由学校主动提供证据，由教育局去处理。学校回应家长指控的内容，无全部拢是真的，学校无包庇，涉嫌杀人的老师伫咧长工就改聘，嘛主动来提报。但是有请到无教保资格的教师，学校敢若回应资料拢交予市府。其他老师也有人没有教保资格。这些其实目前教育局会调查当中，那他如果调查结果要我们怎么改善，那我们配合他们的改善措施。查过去的记录发现，这间幼儿园捌因为请到无教保资格的服务人员，互市府开罚。教育局即时回应，已经开始调查。若家长的指控是真的，会看经济的轻重来开罚。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既然头城镇公所宣布讲，只要读公立的幼稚园，就有奖学金1万块；若表现好的，阁有进步奖学金3000块。不过学者认为讲，要提升生囝率，不应该靠发奖金，嘛要让生囝的生育环境更加优先。囡仔提彩游随着音乐跳舞，头城镇公所宣布，后学期只要入学头城镇立幼儿园，幼儿甲监护人一人设置头城镇申请完成，法定结协定书，公所就发1万奖学金。大中小班伫2月通过学期评量者，发予学习进步奖学金3000。那小班的6人呢？他只要通过我们的那个发展检核的一个部分，好就达到这个发放奖学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公所希望透过发奖学金优先教保环境解决少子化问题。有国头城镇立幼儿园后学期有计招18名新生，拢会当受到入学奖学金。多数家长对这项政策拢持正面态度。好啊，这样很好啊，这样就减少我们的负担了，因为毕竟还是我觉得差蛮多。头城公所典籍也提出，头城小囝235政策发生育补助，第一梯2万，第二梯3万，第三梯5万，甲原来各乡镇公所比，补助金列入头几名。也毋过透过补助奖金，敢是真正会当提升生育意愿，或者有无共的看法。但是透过奖金，如
如果没有实质的环境去提升的话，奖金只会造成从 A 乡镇移到 B 乡镇。他并不会有实质的注意。学者认为，少子化问题原因包括妇女教育水准提悬、普遍晚婚晚生，加社会部分期时间固定，无想要说是为环境无友善。那执法奖金可能只会造成人口伫乡镇也是县市之间流动。为实质提升生效率，应该配合设置富有停车空间等政策，让生育环境更加友善，才会当真正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三商一间咧做汽车零件的公司，昨暗敢若是因为咧作业的时，阿鲁米的壳仔熊喷出来，去击到2个员工，其中一个是当场死亡，另外一个骨折送院急救。消防局昨暗接到报案，讲三商一间咧做汽车零件的公司发生公安意外，发现敢若是咧作业的时，链仔崩去，一个员工去击到头壳，当场死亡，另外一个疑似倒手骨折送院急救。再来看高雄的大树是全国上大奶鸡的产区。今年因为冬天未冷，约荷包的花敢若开6成左右。即马可是奶鸡开花人粉的时阵，真正落雨甲透南风。农民讲今年的产量会减少，这采收期嘛会较慢。一大片的奶子园当咧开花季节，高雄大树是台湾上大的奶子产地。不过今年奶子开花干那7成，甲旧年9成比起来差小可。农民表示，一般拢会伫11月会慢慢寒到过当年的正月。不过今年拄着暖冬，地势天气无够寒，花开了较少，产期也比旧年搁较慢，爱等到5月底才有奶子通食。若要开花，约包是20多月就开花啊啦。但是即马拢反常啊，12月、正月拢无咧12，无咧20度啦，拢嘛啊无迄个工啦，你1工2工嘛无效啦，规个拜才有效啦。即马当咧是奶子开花授粉的时阵，条件率刚好，爱看即阵的天气。大春农会总干事表示，今年春天旱季有低温寒流，即马奶子已经开花，上惊天气伤寒，花蕊会冷起，地势无法度结果。气温较低，但是正当咧现花现无花，那么如果若无落雨，即个温度吼，价安尼来讲，应该是算无介大影响。农民表示，伫清明节之前，奶子上惊落雨甲吹南风，但是顺利度过清明，条果率应该会有3-4成，有果玉荷包的产量会减少。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婚姻有新机综合报道。再来看到水公司台东的李家净水厂，去年有甲业者合作，是全台湾第一个自来水发电厂，1点钟会当发电130度，每工会当供应200户用电，已经稳定成功发电1年啊。今年日嘛开放予民众来参观。受邀请民众围伫50平大小小水力发电厂玻璃壁，真好奇想要了解水涡轮发电机是安怎甲自来水结合发电，是不是会造成自来水受污染？这个设备就是设置的时候要求厂商不能够做油的润滑，不行。没有油都没有声音。台东县李家净水厂是自来水公司去年甲发电业者合作，建立全国第一个用自来水发电的厂区，用原水进水落差50多公尺的水力，一工发电量会用提供200户用电。不过自来水发电也佫爱克服水源稳定加水压问题，目前已经解决，用稳定发电，就是开放予大家来参观，予大家用支持自来水发电。未来也会陆续利用其他净水厂来发电，投入国家的力量发电。那未来我们在台东地区，我们也会来寻找相关的净水厂，有类似丽家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净水厂，像这个泰安净水厂啊，或者是这个关山净水厂，我们都会跟厂商来一起来评估。自来水公司表示，小水力发电伫其他国家已经发电真侪年。自来水发电是一种资源多元利用，而且卖电和台电也增加收入，用来改善自来水设备，同时也有带头作用，互国家开发更较侪发电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洗油脂的比例是全世界上界高。国健署表示，高血压、高血油甲高血糖的三高，都是油脂病的风险因素。食粉大可乌白食油啊，卖互油脂出问题。尤其是40岁以上的民众，都要定期体检。 40岁俄罗斯是慢性油脂病的朋友。
水油纸水果即马已经水17吨啊。伊讲当初伊大学拄考调新生力学检查的时阵，就发现油脂的功能异常，不过迄当阵伊无去注意，也无继续追踪治疗。无想到讲2年了恶化成说尿毒症，只好洗油脂。以家己的经验来呼吁民众，千万要重视油脂病所带来危险。2年后就是升大3时候，就是已经诊断为尿毒症。那我觉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中间第一个完全是没有追踪。油脂病早期预防正重要。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发现，40到64岁个人内面，超过3成有3管合并油脂功能异常，比较2成的民众同时有食粉加油脂功能异常。超过2成有大颗加腰围上过粗合并油脂功能异常，这外拢是慢性油脂病的高风险因子。肾脏的伤害就是全身伤害的总和，那你每这些慢性病最后都会回到肾脏来，因为它是一个最基础的环保机构。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那平常可能你也不知觉，不晓得它有没有出问题。那唯有靠我们平常的检查，那靠这些检验的数据来能判断。国健署讲，台湾互人叫做水油脂的王国，水油脂的人口超过9万人，慢性油脂病一年健保的支出超过530亿，是医疗支出上悬的一面。所以预防是比治疗较重要。国健署即马是免费提供40到64岁民众每3年一遍，65岁以上的民众是1年一遍的成年人预防保健服务。只要量早做体检、量早治疗，就能避免油脂功能恶化到水油脂的地步。记者综合报道。228事件当中，和国民党政府枪杀的律师唐德宗到今已经过身77年。唐德宗纪念协会举办追思会，台南头一个不义遗址标示，就设伫咧唐德宗的纪念公园。台南头一个由国家人权博物馆设的不义遗址标示，即阵设点台南市中心的唐德宗纪念公园，顶头写着：若一定要有罪人，若安尼我一个就有够啊！这是唐德宗的遗言。3月13是唐德宗律师过身77周年，协会办追思纪念会，头摆有日本的市长到场来献花，嘛有真侪民众特别来感念伊守护台湾伟大的精神。为着真侪少年朋友挺身而出，啊牺牲家己。这种的精神是，不管是伫什么时代，拢是咱台湾人上最需要的。捌有朋友甲我讲228是去骗人的，我心内足愤慨的。已经参加这场是第3场啊，希望大家能知影228的事件是真的，唔是假的。因为余土氏是唐德宗的爸爸的板井德藏吼，伊出世的所在吼，而且板井家的家族吼，知影这个代志了，真积极要来参与吼，啊，将伊的今年吼来这个带40人的团体做伙来参加。唐德宗伫228日时维护台南的治安，每手煞互人以叛乱罪甲枪杀，即阵也是真侪人讲袂出这段历史。现场发表看见唐德宗新册，毛地演宣布找找唐德宗电影，这个月15连年要播送的消息，通互众人看到唐德宗的勇气甲坚持正义的心。每一课咱拢伫写历史，咱敢会使记起唐德宗甲因老爸这个历史教训。如果还有下一次，台湾人应该怎么样决定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最想让大家知道。为了把人权教育向下定根，市府串联参唐德宗相关的人权历史场址，拢总设6个正义甲勇气之路的标示牌，提供大家走读历史场景，也希望大家听识民主自由的价值。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法务部的人权教育计划和长美分歌戏团合作，用歌戏来讲人权公局转型正义等等的问题。你为着别人的权利，你去替因争取，啊，结果你看你即摆下场，安尼敢真正有价值？真有正义感的主角金元宝，发表誓予官府姜比利开家园，勇敢站出来发声，维护人权，说害家己有规矩。法务部的人权教育计划，即摆参长美分歌戏团合作，推出戏出《莫壁鬼》，用台语加本土传统歌戏来讲现代的人权议题。和足侪老大人、士大人啊，甲囡仔，大家都会当来欣赏，不但会当了解到咱人权的意义。啊，嘛会当看到咱足优雅的这个台湾的歌戏。
邓美云表示，用台湾传统文化来讲人权两公约，转行政议者的人权议题，通提高民众对这款议题的接受程度。邓美云歌仔戏团这几年也一直创新，用传统歌仔戏来讲亲像同性婚姻、性别平等这款现代诗。阮的这个座右铭吼，就是这个新传统创新剧。伫咧去年的这个《明游记》帝王之宴，伫咧帝王之宴内面，咱讲的其实就是男女平权的问题嘛，或者是搁较进前的这个英语母语内面，迄当阵这个法令还未通过，其实阮就讲到同婚的问题。目标过3月23、24伫台湾戏剧中心免费演出，3月7开放领票，就随后民众抢了了。法务部表示，因会把表演录影透过网络来放送，也会参邓美云歌仔戏团讨论巡演计划，互更较侪民众看到。记者郭伟社桂林台北报道。美国天气报理知，今日东北风减弱，气温小可回升。今日到明仔载2天，台湾各地甲澎湖、金门、马祖，咱会小可落雨。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3度。中部地区18度到21度。南部地区19度至25度，南部地区19度至22度，外岛地区12度至20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志坚，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